民来看到南投上新的风景所在伫要上场，真侪人拢捌听过信义乡叶忒的所在双龙瀑布。也毋过本地这个水源吊桥真危险，无开放游客当过。县政府落尾开5500万起一个双龙七彩吊桥，讲是规台湾上界长、上界深，并伫咧元旦假期这段时间开放，互游客行入咧七彩吊桥，拢会当规个看落去欣赏双龙水墙迷人的风光。 七彩吊桥起伫咧青翠的山的中央，水甲互人会当止，行伫咧桥顶，可会当欣赏到真有气势的双龙水墙。南投信义乡的这个美景，早就已经名声透京城，所以县政府就专工打造这个双龙七彩吊桥。 双龙瀑布哈，那水源啊，不管是在丰水期或者固水期呢，都非常的丰沛，非常的壮观。那第二个就是吊桥本身哈。 双龙水墙的边仔本来就有一个水源吊桥，不过足危险的，嘛无开放予民众行。不过真侪人拢会冒险走去咧桥顶翕相，所以南投县政府就开5500万打造这个景观吊桥，全长342公尺，桥面到下骹有101公尺悬，会当讲是全台湾上长上悬的吊桥。县政府搁买交通车做停车场，甲配套规划好，希望元旦就当开放予游客观光。 那我们也会采取总量管制以及网络售票的方式来确保更好的一个旅游品质。那伫设计甲观景台工程顶的要求创新，相关的单位嘛，甲吊桥头前步道的楼梯改作行，体力无遐好的人嘛，爬起哩。希望会当让游客来七彩吊桥欣赏双龙仙境迷人的景致。记者综合报道。